更认识你，主也更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主我们怎么样走在主你的道路上。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你们会不会觉得传道在这里有一点怪怪的？啊，不会嘛哈？今天呢，本来应该是这个我们的郑牧师哦，这个是郑牧师他一直就是要在我们这个月，我们一起要来操练的，就是沟通的艺术。但是我们呢，这郑牧师跟我们有3位牧师，现在正在努力当中。努力什么呢？骑脚踏车，为了谁？为了许多的人他们响应什么1919上个礼拜有去骑脚踏车挑战的人在哪里呢？我们为他们鼓掌一下好吗？感谢主，这些回来的人都11点到家，对不对？12点，不是中午12点吧。还有一对刚刚先离开了，他知道我要鼓励他，他不好意思就先走，因为他有事情。就是我们的社青到几点呢？凌晨所以我们有一个分享，我们要鼓励他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在社青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鼓励他们。真的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为了怎样？有一些受苦受难的人，他们透过他们的体力骑脚踏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怎样出钱来帮助很多受苦受难的人。所以呢，今天我们继续传道呢要来带领大家来学习，这个是这个我们的郑牧师要来传递给大家的所以在这里讲的是郑牧师的代言人是吧好，来，今天郑牧师说什么？快快的听我们的经文要记在路加福音第10章38到42节，传道来读哦。好，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来看你也可以来听传道。我们进入一个境界，这境界是超越时空的、超连结的。这一段的经文怎么讲呢？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主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段话，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快快的听。这是在我们人际之间很重要的沟通。今天有耶稣在我们当中，我想应该不只说人际而已吧，应该说是什么？神跟人当中，人跟人当中。在郑牧师上个礼拜华语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在教会当中最美好的沟通，那个象征是什么？什么东西？十字架，有吗？教会都有什么？十字架，十字架。这个叫做神跟人的沟通，这个叫做人跟人的沟通。每一个礼拜，我们只要看到十字架，我们就要想到沟通。所以，这牧师是非常有洞见，神启示他来教导我们，从圣经当中早就上帝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子行事为人，早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成长，就来教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子来跟神来沟通，怎么样跟人来沟通。十字架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说到十字架，传道就想到一件事情，十字架，十字就会想到什么？十字路口，交通，交跟通什么意思？一来一往，对不对？所以我们上帝也透过怎样？
十字架来跟我们什么交通。所以今天的经文也有读到，对不对？交通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吗？我们用在生活中，我们用在哪里？用在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交通啊。那所以说，我们呢，先简单来讲，十字架呢，在这个标志上是基督教拯救的记号，它不仅是拯救的象征，它更是上帝愿意跟人来相交。那我们人愿不愿意跟神相交、跟交通呢？所以呢，传道就是常常在想，我怎么跟神来交通？透过什么？看圣经、祷告，还有今天在这里聚会，还有怎样小组团契的聚会。所以哦，传道走路，我大肚子的时候也走在交通路上的时候，我也在想怎么跟神交通，因为我很希望我一辈子走在哪里，神的道路上，跟神有很好的交通，跟人有很好的交通。所以我大肚子这8个月有多大呢？这么大啊，没有这么大，不是双胞胎。然后走在我家住中山北路大马路口，这4线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失去平衡就跌一跤。我跌一跤的时候，你们想会有什么场面？太恐怖了。这个时候，红绿灯有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所有的车全部只听到一个声音，什么声音？没有吧哦，全部都是什么声音？紧急刹车的声音。然后全部都安静在中山北路5段，要去天母的地方啊，没有人扒，只有什么一阵安静，然后心脏都停了，因为有一个人大肚子躺在地上。那个时候，传道就感觉到怎样？被深深的同理啊！我虽然呢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别人也没有讲任何一句话，他们只有用什么？沉默。然后我就觉得怎样？他们都好爱我，被这些人爱，然后我也觉得被肯定。为什么？主啊，原来我这么重要，众人都为我停下来。感谢神。有的时候，我们人跟人、神跟人之间的沟通很奇妙。神用这样子让我感觉被同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传道心里非常难过。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价值。那时候我大肚子是有忧郁的倾向，可是神居然用什么来同理我？没有讲一句话，没有扒，有什么？安静。众人的车用他们的什么行动？主，你这么爱我，让我知道我原来这么重要。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他们还是怎样很看重我。你启用这些人来同理我。这个时候我就跟神和好，因为你们有听过我讲道就知道，传道对神很愤怒，因为为什么让我注射了预防针，反而得了什么小儿麻痹？我原来没有，不可能不会得，但是为了怎样去打预防针，反而那个预防针的品质不稳定，结果凡是打那一桶针的，全部都得小儿麻痹。所以我心里非常的愤怒，跟对神的什么不满。所以我就到我怀孕的时候，我特别不舒服，因为我真的是走路不方便。但是神居然用这么奇妙的方式来同理我。感谢神，神就是这么妙，他用各式各样的他来聆听我们，而且他这样同理我们。所以上个礼拜牧师有讲，接下来牧师在上礼拜是讲同理的沟通的秘诀，那今天他教我们怎么样快快听。你有没有发现我跌倒的时候，有没有人快快听我在叙述？有啊，那些开车的人全部怎样快快听，而且脚也快快怎样踩刹车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快快听，下个礼拜要讲慢慢的说，再来就是慢慢的动怒。那
我们呢就要来复习上个礼拜哦。好，上个礼拜牧师就说什么是同理心啊？同理心就是怎样，将你的心比别人的心感受，并且正确了解对方的感觉和情绪，以及情绪背后的什么意义，又能够将这种了解怎样传达给对方。听起来听得懂的人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怎么还没超过10个哈？好，请放下来哈。好，不懂没有关系，会做就好。看到有孕妇9个月跌倒了，你会刹车就好了。好，我们今天会慢慢的越来越懂。好，那我们来讲同理心是什么呢？就是就是说我们用同理。就跟他一样的心情，将心比心，我们来专注来聆听。所以听起来，今天我们要来一直讲什么？听。好，我们来听对方所表达的，包括语言跟行为。好，它也称为是什么？反应式的聆听。所以刚刚这边讲哦，刚刚传道讲的那个例子已经讲了。我有没有讲救人哦？两种停落来，有没有讲？我的语言没有讲可是我的什么有没有表达了？行为我跌在那里。请问一下，中山北路南到北这个东西向的全部是县道的，他们有没有讲语言？没有他们没有说进来救你哦，较紧哦，没有，他们全部用他们的行为。所以其实聆听同理不只是什么语言，还有什么行为，就是他的外面的表情。的行动，所以反应式的聆听是什么呢？或许有人这样讲，叫做镜子式的聆听，也就是把对方的这个话语，甚至他这讲的这个话的背后的情绪，像镜子一样忠实的这样反映给对方。反应的意思是怎样？知道反应的意思吗？有没有写错字传道没有，这个反应跟那个应对自如那个应该的应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呢？我们有2个我们的资深的很资深的器友了哈。好，我们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反应式的聆听，也就是镜子的聆听。我们要仔细来看哦。好，请。好，有一个人是镜子，哪一位？请举手。他是镜子。好，有一位是镜子的主人，请举手。好，谢谢。好，请。哎呦！好，等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停一下好，这个主人，请问镜子有没有尽责？没有。镜子没有尽责来，镜子要不要说一下？我不会。你不会？好，来，好，谢谢，请坐。好，真的不容易所以同理容易吗？同理其实不容易。如果你遇到这种劲爆的，那个镜子就算了。在人际间也有常常有那种跳痛的，对不对？本来很高兴，下一秒钟，再下一秒钟又笑。有吗？女朋友有这样的吗？不能这个。就是情绪，女人或者是男人，为什么这个情绪起伏不动？不定我们怎么样接住人的情绪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在处理事，可是却是被什么困住？情。什么事？为什么处理事都是被情控制住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什么情绪。
所以我们才需要做倾听跟同理，让透过我们倾听他，反映出刚才你的情绪，让你有机会把你的情绪给宣泄出来。那反应是同理的聆听，真的不容易。像刚刚我们要做那个表情就不容易了。那所以呢，有人讲同理是一辈子的功课。在上个礼拜牧师已经有讲什么是同理的这个聆听，就是将心比心。好，他们现在还在继续了哈，刚刚很不甘愿哦，刚刚没跟上。是我们人际之间，我们常常离开了这个人，跟我对话这个人走了以后，心里才怎样？刚才怎么不讲那句话？搞闷了啦！重新来过多好，可以呀，有机会重新来过哦。所以我们就是在学习怎么样在跟人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绝对不要被情所搞混了。我们真正能够洞察到这个事情的根源在哪里。所以郑牧师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真的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在这个沟通当中，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不可能的。好，怎么样？所以这个同理心呢，有人这样讲，说这个叫做 echo， 有没有道理？你在山谷里面如果有讲说，晨光你很帅，对方一定那个有什么？什么会听到什么？晨光你很帅，好，对，好，喂，妍慧你很严肃，那边也会什么？妍慧你很严肃，这就是什么？同理。所以有人讲同理就是什么 ？echo 不容易，光刚才那样子，因为性格跟怎样，两个性格差很多，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同理，光性格两个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刚才我们的这位小弟兄已经讲了，我怎样学不来，他内心已经很多的什么，我学不来，已经有个障碍，满满的我，所以你怎么有办法去 echo 去同理别人？不可能，你不可能成为共鸣。有人讲同理心也叫什么？共鸣。你有没有发现，你跟谁聊天很有共鸣呢？尤其是半夜睡觉旁边这个人，这个很有共鸣，他懂我，你也懂我，只要一个眼神就懂了，就很有共鸣。当然有人这样讲，我觉得更加传神。他说同理心就是什么？穿别人的那个人的鞋走路像传道如果要穿这么高的高跟鞋的人走路很多人会很紧张。是同理心是一件危险，不能讲危险，应该讲同理。你要同理别人是一个什么探索，是一个旅程。但是传道要说很值得，你只要愿意反映出就像镜子一样，你认真安静的听听他要说什么，而且听全人的投入。所以我们今天还会继续再讲更深入，我们怎么样子来聆听耶稣怎么样来聆听呢？耶稣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聆听者。他怎么样子来聆听呢？我们从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也有讲在耶稣他怎么样子来听玛利亚这是有续集的。等一下我会讲前庭摘要，所以你先不用担心说传道你都没有同理我，你等了100我也没来，我都听不，没关系。好，我现在前面的大概结构的会讲什么。耶稣他是一个同理者，而且他非常的重视这种聆听。在启示录里面呢有讲到说，每一封信的最后都会讲什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是最好。我们怎么样来听呢？因为我们聆听的内容是超越我语言说而已，因为我们还要听到对方他没有说出口的什么后面的什么要表达的情绪。譬如说你很棒，请问聆听的你有听到棒吗？没有啦
你恐怕听到什么？我背后的说什么？我背后有一个什么说出来？你怎样？很不想跟你讲话，我觉得你很烦。你有听到吗？没有。好，所以要再加强怎么聆听。好，因为聆听不是在语言而已，我还要了解他背后的什么，了解他背后意思。譬如啊，你同学说，哦，这个同学有够机车，请问他是讨厌他吗？看起来他嘴巴讲什么？机车，后面其实他在讲什么？摩托车。摩托车的坐在他上面，摩托车去兜风的时候，125那个快速，那个觉得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讲话，我们接收人的，拜托，我们需要听到他的什么背后啊？背后他一直在讲所以我们要听到他背后的意思。那耶稣特别会听我们看到以后陆陆续续我们都会讲到，从4福音我们就会发现，耶稣超厉害。你嘴巴讲的，他是洞察你后面你的动机，甚至洞察到你后面你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好，那这个礼拜我们呢就要再讲马大跟玛利亚，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马大跟玛利亚，他怎么样子来同理耶稣。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这前情摘要。那我们先讲今天的，今天呢是在路加福音第10章38到42节。那耶稣到了伯大尼，马大跟玛利亚接待耶稣到他的门徒。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前面就是路加福音的10章前面跟9章，我们才在看到什么？看到耶稣在教导人要怎么接待。他常常讲说什么？你们如果接待了最小的那一位了，就是接待了什么？耶稣。所以他讲了接待这件事情。那么可见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这个马大热情殷勤的接待所以这个马大有没有听这个上帝的话？有没有听耶和华的耶稣的话？有他这样热情殷勤的接待。但是呢，玛利亚没有去帮忙。这怎么感觉这种情景常常在我们生活中发生我们不管去烤肉总是看到怎样，那个炉主在那边一直烤不是是那个炉子炉子的炉主，不要误会但是呢，总是有人怎样负责什么吃有人已经讲有人负责烤，有人负责唱衰，不是他就总是在那边，这个烤这样烧焦了啦，这个烤肉不是这样烤的啦，然后他永远手怎样插在口袋，如果拿出来马上就是怎样烤。我再来看看别组怎么样总是这种情景好像有，对不对？马大跟玛利亚这种情况，玛利亚没有去帮忙却怎样在耶稣的脚前坐下，而且听他的道。这边讲很清楚，听他的道，听耶稣的什么道？耶稣会讲什么？耶稣讲拯救的道。耶稣讲什么？讲他即将可能他讲怎么样子来拯救这世界上的人。谁听见？有机会听见？玛利亚有机会听见。马大有没有机会听见？没用气叉啦，跑进又跑出，跑进又跑出，在那边怎样绕来绕去，为的是怎样接待？因为我有听到耶稣说要接待我就热心，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我心上，我认真的做。马大因为事情多，心里忙乱，想着耶稣这样抱怨。心里忙乱，在原文的意思叫什么？你知道？绕圈子，绕圈子，一直绕。请问一下，绕圈子的结果会是什么？头晕谢谢。还有头晕以后就会开始抱怨了，不知道前面这个人是谁好，然后再绕他都失去了什么焦点。今天我要招待谁？耶稣，我已经做到招待，请耶稣进来了。
但是你有没有贴心啊？耶稣今天来到我这里，请问他是要吃一顿好吃的吗？我有听到杰恩哦，刚才在敬拜赞美的时候，跟祷告当中有说怎样？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啊。”请问他会重视吃的事情吗？他比较重视什么？如果你懂耶稣的心，你觉得耶稣比较重视吃吗？比较重视人家怎么款待我吗？应该不是。如果你有听见，如果你有聆听，如果你平常跟耶稣很熟的话，你看圣经，他讲的你都听进去的话，我想我们会了解耶稣此时的心，希望怎样？有人坐下来，这才是什么？耶稣真正的心，他希望的。我们常常跟别人交往，人际之间交往的时候，我们或许只有想到怎样，我要对他做什么，而没有想到对方他需要什么。昨天我的女儿跟我讲，她说：“妈妈，为什么讲到我都听不懂啊？”我今天要讲到，昨天跟我讲，为什么讲到我都听不懂？这样好，我说：“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妈妈讲到啊？”好，只有你的我听得懂啊，感谢主。我说：“那这是什么情况？”说：“因为妈妈，你讲得到的是我想听的，但是呢，那个牧师讲的都是他想讲的，给我我在想，我今天讲的是你们想听的吗？还是我想讲的？所以我想讲到跟演讲不一样。如果讲到是除了你们的需要，要洞察到你们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你们生命中的需要之外，我更需要聆听谁？聆听上帝。神啊，你知道某人戴着眼镜，那个人他即将要入兵役，即将要入队伍吗？不是部队，入伍，他很有需要。哎呦，大家都知道，所以耶稣知道你的心，他懂你哎，他透过谁来？透过传讲上帝信息的人，就是这个人。所以我讲到跟演讲不一样，演讲我可以讲你爱听的。所以，当我传道或牧师讲你不爱听的，请忍耐一下好吗？静心的聆听，把自己所想的先放下来，先归零，说神啊，你要我听什么？透过牧师要讲什么，我快快的听，因为牧师在准备的时候是要聆听神要对你所说的话，所以我们才不会抱怨啊，不像马大因为事情忙啊，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他就开始说：“哎呦，耶稣啊，你都不叫他来，那个他是谁？啊，他妹妹快来啊，快来帮我的忙啊！”这里很吊诡的是什么事？如果你有需要帮忙，请问你为什么不直接请玛利亚来帮忙就好？你可以塞到他旁边说：“你可以来帮我忙一下吗？”不是他直接怎样？跟那个比较大那个告状，对不对哈？怎么跟我一样呢？我跟你讲啊，你叫他比较快啊。可见玛利亚的心是什么？玛利亚心向着耶稣，马大呢？向着什么？深渊啊！他心，他嘴巴讲说：“你快叫他来帮我的忙啊！”其实内心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不知道什么的，很难以分辨。你这个时候就要用同理心是去怎样聆听？耶稣有没有聆听啊？有啊。我们要看那个耶稣怎么回应他。等一下我们来看哈。那玛利亚的同理，她怎么样子听耶稣讲话呢？她就是静静在那边听，而且她听进去了才会有上个礼拜那个情况。等一下我们会讲什么情况啊？她已经知道谁即将要被钉十字架？耶稣哦。你会觉得这个礼拜小组有人讨论，为什么门徒一天到晚跟在耶稣旁边的人都不知道
耶稣的心情只有玛利亚知道。为什么？因为玛利亚随时都在听谁的心声？耶稣啊，他懂耶稣啊，因为耶稣不是没有讲他有讲他即将要面对的那个什么苦路哦，他有没有讲？有，你有没有听到？没有。我们没有静下心，我们没有聆听。神有没有对你说，你的困难，他要救赎你？你有听见吗？我们要安静心下来，要听听耶稣说什么。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在讲啊，这个玛利亚呢，她听耶稣的心意她就是直接用她的身体直接到跪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他说话，而且他把他听进去了，才会有上个礼拜接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为耶稣所预备香膏，是为他即将所面对那个苦路所预备的那个香膏。那玛利亚呢，她在聆听耶稣的心意呢，她是专注的。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不是只有在讲服侍，到底要服侍，这个是要做马大还是玛利亚？要敬拜还是要去做这个煮饭的？我们每一次做礼拜，楼下都有一些人是什么马大，对不对？好，因为他们在那边匆忙，不是耶稣在这里没有说你们不要做马大，而是说你有没有专一，你有没有专注听耶稣的心声是什么？好，他聆听那玛利亚她聆听耶稣的心意。他专注的听，而且他只有一个心意，他一定要回应神，而且他耶稣说什么他就反应什么，他没有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说我今晚就是想要来招待耶稣来想，我的习惯这样啦，我就是习惯客人来。你有没有想过马大跟玛利亚那个时代的背景？一个妇人应该要做什么事？是不是应该要煮东西，预备这些食材？马大有做了吗？他按照当时候他是做了，可是玛利亚是怎样？听见耶稣的呼唤，他愿意跳脱那个时候的框架。如果你听见耶稣，要你破框而出，不要在原来的那个旧框架、旧的漩涡在那边绕，旧的罪恶。旧的惰性，你要听见，你要蹲下来，在耶稣的脚前，每一天静心，你要听见耶稣对你的呼唤。他如果呼唤你，他如果呼召你，他必定与你同在，你可以变得崭新不一样。神有这样的应许，玛利亚就是这样，她跳脱当时候的对妇人的这个框架跟期许，她靠着耶稣，她做了什么事啊？上个礼拜，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就在这里讲到。上个礼拜讲这一段经文，我们再复习一下。玛利亚她怎么同理聆听？她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前1周，玛利亚打破玉瓶，为耶稣的死，将真的纳达香膏抹在他的脚上，又用他的头发去擦。从这里可以知道，玛利亚她真的听进去，而且她懂耶稣。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耶稣上十字架，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葬礼的习俗，有被抹香膏吗？他是事先被抹。所以耶稣在呼唤，在呼召我们与他同工，我们听见了吗？我们愿意回应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随着你，我的生命要改变，我随着你，我要变得不一样，因为神要你不一样，在神那里是全能的，你真的不用害怕。玛利亚做这件事情，在当时候是够奇怪的奇怪，还被骂，对不对？哦，搞偷贼啦！你不知道现在经济多不景气吗？哎，你还这样子，他有这个勇气做。我想神如果
呼召我们去做破框而出，让自己不在旧的框架时候，神要与你同在，他深深的要同理你，因为他懂你。有几个人懂你啊？我想被人懂不重要，真的神懂你比较重要。神懂你之外，他也已经为你预备所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他要翻转，翻转真的不困难，在神来讲一点都不困难。所以玛利亚可以能够做这样的美事情，而且千古传颂这一件美事情，是因为他聆听。那我们来看耶稣的同理心的聆听。马大他事后是这些事情多了，心里忙乱。刚刚讲心里起怎样，火在燃烧啊哈！不只是忙啊，他心里只有可能会想怎样？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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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冲到这个经文，这个原文的意思很有那个动感哦。他是怎样冲到耶稣面前？主啊，我的妹子留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哎，还命令耶稣哎，好大的胆子！哎呀，人的怒气来的，人的嫉妒来的时候，很恐怖啊。马大这样，耶稣听了以后怎样？有没有随着他起舞啊？会个抖啊！哎呀，我们看耶稣他怎样子聆听。耶稣聆听到马大的这个情绪，就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来。他说什么？哎呀，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啊！思虑烦恼，原文的意思是在这边讲怎样？你为许多的事情在分心啊！你其实应该背后在讲什么？专注来听我要对你说的，但是你却是怎样？为很多事情在烦扰。用现在的人的语气来讲，耶稣可能会这样讲，他意思是这样说：哎，马大，我能够感受到你，我能知道你需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心里忙乱、紧张、忧虑，是这样吗？耶稣真的是这样同理他哦，一语道破，怎样很有洞察力啊！耶稣沟通方式就是反应式的聆听，也就是镜子的聆听。简单来讲啦，有一个人如果跟你讲说：“我今天真的是有够倒霉到家啦，知道吗？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就踩到狗大便啦，狗大便不打紧呢，又遇到我最心爱的我心仪已久的女生，正好才从我面前过。我一直想追她，结果我脚一跑的时候，那个居然打到她的脸。其实他心里要讲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情绪呢，耶稣懂啊。这要反应是，我们有没有懂？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跟我们唠叨的时候，他背后是什么？他可能恐惧、害怕。你听见了吗？他是担心。他可能什么？愧疚。你有听见你父母的愧疚吗？有。他的愧疚，他说不出口。你听见了吗？我想，今天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再上回去，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今天周报里面有讲，我们每一天可以透过那个读经灵修。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每一次跟一个人面对，回去爸爸妈妈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要听见他说的话之外，我要听见他背后的情绪，求你帮助，让我懂他，因为他很苦，没有人懂他。我的家庭需要因为我的家庭要得救，我的家庭，我的家族需要因为我而得福。你的家庭需要被祝福吗？如果需要，你需要先做的事情，就回去先快快的听，不是随便听啦，快快听的就是你妈妈、你爸爸有需要，你也赶快去，然后你要认真、全心的听，甚至听到他语言背后的那个情绪，
喜怒哀惧，还是好奇？好，这是耶稣所教我们的沟通的方式。好，那耶稣他聆听到马大这个背后的心里有不平衡啊，甚至有几分的什么嫉妒啊，这个姐妹情节这个兄弟姐妹当中总是有莫名的什么竞争跟紧张力啊，所以耶稣都听见了啊，他没有避讳，他甚至直觉就洞察到，点名了，说什么？哎呀，马大，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做了100件，可是那一件没做，跟你都没关系。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了10000件，你奔波了，累了，你会发现，你努力赚来赚去了各种的情谊、钱财，放到你的口袋，你人生的口袋，你发现你放下去以后就溜走了，因为你的口袋是破的，你的生命是破洞的。那么你赢得再多的爱都没有用，赢得再多的肯定，赢得再多的人对你的拍拍手都没有用。真的，不可少，只有1件呢，1件就好了，专心1件就好了。我们来学习像玛利亚一样，我们懂得耶稣要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我们懂，因为耶稣懂我们，他也愿意来帮助我们，要给我们福分。你要做1件，还是让你做10000件？结果前面是0，你做了10000件，结果乘以0。我女儿的名字又出现了哈，乘以0。往正面想，就是做了10000件错的事，乘以0也0，在神的面前，只要你愿意悔改。你可以乘以0，你的罪，只要到神的面前。传道邀请我们大家都来学习，懂得耶稣对你说的，我们也坐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只要1件就好，这1件是不能少的，而且也不会把有任何事情给你夺走的。耶稣聆听马大背后呢心里的不平衡以及嫉妒，而且他也确实的反应。那耶稣是这样说：马大，我可以感觉到你不平，觉得不公平啊，你也觉得被委屈，你也被怪罪，是吗？但是我也要真实的告诉你，不可少，只有1件。玛利亚已经选了那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听啊，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子来用同理心来聆听，将心比心，专注聆听是全心的投入哦。全心的投入以后，你会发现你更认识这个人。所以你全心投入聆听耶稣，你会发现你更认识耶稣。你如果跟人家专心投入，跟人家一个人交往，你要说你没有被这个人改变，不可能。你一定会被他改变，因为你如果聆听，你一定是全心投入。那你如果聆听耶稣，你的心、你的人会被改变，会被耶稣全心的改变。好，耶稣的聆听，他要同理你，他也愿意聆听你心里的这个遭遇。我们愿不愿意来认识主耶稣？我们愿不愿意来依靠他？因为他要来救我们，而且不是救一时，是要救永远。如果你人际之间觉得有困扰，耶稣告诉我们最好的人际十字架。你只要愿意聆听神对你说什么，聆听就专心专注耶稣你要对我说什么。所以我们祷告当中可以有一段安静聆听神你要我做什么。我们认真跟神交通交往，我们会被神改变，因为我们生命会更多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提升我们。狗牧师在我们的里面有写的这个思考。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我们的问题，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这个。如果你有疑问，也欢迎来跟传道，我们一起来学习，跟主耶稣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懂我们的耶稣，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对我们的聆听是完全的投入。主耶稣，你仔细听我们。主啊，你懂我们，而且你在乎我们。你快快的听。但是主，你全心的愿意要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主，你听见我们内心的声音。是的，我们内心的声音只有主你懂，你也在乎，你也已经为我们预备。主，你等待、等候我们来回应。我们当中有人心中决定要来认识你，要来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主，你懂他们的心，你知道他们心中的恐惧、害怕。你更知道他们的焦虑，还有未清楚连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情绪。主，你都知道。主，你应允我们，你要拯救我们到底。主，我们现在或许还没有办法来回应你，但是主，我们为现在的激动来感谢你。主，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心里的那个激动、那个跳动，是跟我们平常不一样的。主，你已经听见我们的决定。主，我们愿意被你来改变。主啊，因为人没有办法，只有主你能够来改变我们。主，我们的命、我们的运，只有你能够来翻转，也只有你在乎。你要给我们全心全力，主耶稣，全新的生命。主啊，这是我们渴望的。你看见我们旧有的生命是破烂不堪，装什么就掉什么，从来没有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主，你知道，在你的眼前我们是宝贝，你看我们为宝贝。主，我们绝对不是情人眼中的扫把星、垃圾。主，我们更不是那个废物。主啊，你看我们为宝贝。主，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礼物。因为主，你为我们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救赎我们，你用你的命来换我们的命。谢谢你在我们心中的激动。主，你已经听见。主，你已经听见。我们感谢你，你懂我们。这世界上有谁懂我们呢？没有，没有，只有主你懂我们。阿爸，阿爸，我们要求你，求你，圣灵，
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勇敢，帮助我们明白，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的应许要我们明白你的爱，接受你的爱。你要我们的人生跟着你水，跟着你来起飞。我们的人生不是笨重，不是趴在那里。主，你要提升我们。主啊，我们要随着你来被你提升，跳脱那捆绑我们的那个捆绑我们，让我们不自由的罪恶。主耶稣，谢谢你。凡是捆绑我们的，我们都奉主你的名来斩断。主，我们只要归向你，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的时候，主，我们就在真理里面，我们成为自由的人。主，我们成为新的人。阿爸，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